復活節連續5日連假你都留喺香港，你絕對係真愛啊！60秒話你知留喺香港有咩都？第一當然係要行個靚山先啦，邊個傻豬仲去逼麥理浩徑啊？要去有港版塔斯馬尼亞之稱嘅果洲群島，快艇直達，零距離咁瞓喺直徑3米闊嘅6個柱石上面，睇有130米長嘅3龍口隧道，日落嘅餘暉打喺岩石上面，絕對係香港日落嘅世一。如果你想再輕鬆啲，可以參加赤洲鬼手嘅跳島團，全紅色嘅小島係發現恐龍化石之地，15分鐘就可以登頂，藍紅連成一條線，再去睇下呢一隻4億歲嘅鬼手，正常人咧要行7個鐘頭先可以去到，但我哋快艇靠邊到咗。第二，想輕鬆觀光，但又想有少少嘅刺激感，就建議直接衝快艇4棟觀光遊，2小時嘅精華體驗，高速遊覽8大嘅震撼景點，包括萬柱海岸、破邊洲同埋4大名洞。如果風浪許可嘅話，仲可以直接用快艇穿過啲海蝕洞，型到爆啊！第三，大老人家嘅話咧，就建議參加遊艇版，有4小時同埋2個半小時嘅選擇。相同嘅景點雖然去唔到破邊洲，但勝在咧就遊艇闊落同埋可以登島，可以登上試下冇麒麟嘅絞西灣同埋有天使之路嘅橋咀島。所有嘅行程咧都有專業嘅導賞員講解同埋幫你影相，適合一家大細，亦都唔怕暈船浪噶。今年復活節假，我哋仲包咗呢一架開篷巴士，免費送你由中環入西貢。只要你喺4號、5號、6號參加我哋任何一個行程，就有機會成為165位幸運兒之一。今日復活節，等我哋證明俾你睇，留喺香港消費係值得嘅。快啲留言心心 emoji，我哋即刻將資料 send 俾你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